每日讀經與主同行，路加福音第2章，關於耶穌出生同埋成長，路加嘅記載咧喺4福音之中咧係最詳細嘅，而且內容好多係從瑪利亞嘅角度嚟到係取材。路加福音第2章，當那些日子，該撒亞古士督有旨意下來，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。這是居里樓作敘利亞巡撫的時候，頭一次行報名上冊的事。眾人各歸各城，報名上冊。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去，到了大衛的城，名叫伯利恆，因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瑪利亞一同報名上冊。那時瑪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，他們在那裏的時候，瑪利亞的產期到了，就生了頭胎的兒子，用布包起來，放在馬槽裏，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。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，夜間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。主的榮光四面照着他們，牧羊的人就甚懼怕。那天使對他們說：不要懼怕，我報給你們大喜的訊息，是關乎萬民的。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，為你們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着布臥在馬槽裏，那就是記號了。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：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，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。眾天使離開他們，升天去了。牧羊的人彼此說：我們往伯利恆去，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。他們急忙去了，就尋見瑪利亞和約瑟，又有那嬰孩臥在馬槽裏。既然看見，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。凡聽見的，就詫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。瑪利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裏，反覆思想。牧羊的人回去了，因所聽見所看見的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的，就歸榮耀與神，讚美他。滿了8天，就給孩子行割禮，與他起名叫耶穌。這就是沒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。按摩西律法滿了潔淨的日子，他們帶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獻與主。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記，凡頭生的男子必稱聖歸主。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說，或用一對斑鳩，或用2隻雛鴿獻祭。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，名叫西面，這人又公義又虔誠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，又有聖靈在他身上。他得了聖靈的啟示，知道自己被死以前，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。他受了聖靈的感動，進入聖殿，正遇見耶穌的父母抱着孩子進來，要照律法的規矩辦理。西面就用手接過他來，稱頌神說：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話，釋放僕人安然去世，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。孩子的父母因這論耶穌的話就希奇。西面給他們祝福，
又對孩子的母親瑪利亞說：這孩子被立，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，許多人興起，又要作毀謗的話柄，叫許多人心裏的意念顯露出來。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又有女先知名叫亞拿，是亞設支派法內力的女兒，年紀已經老邁，從作童女出嫁的時候，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，現在已經84歲，並不離開聖殿，禁食祈求，晝夜侍奉神。正當那時，她進前來稱謝神，將孩子的事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說。約瑟和瑪利亞照主的律法辦完了一切的事，就回加利利，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。孩子漸漸長大，強健起來，充滿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每年到逾越節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當他12歲的時候，他們按着節期的規矩上去，守滿了節期，他們回去。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並不知道，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。走了1天的路程，就在親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，既找不着，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。過了3天，就遇見他在殿裏，坐在教師中間，一面聽一面問。凡聽見他的都稀奇他的聰明和他的應對。他父母看見就很稀奇。他母親對他說：我兒，為什麼向我們這樣行呢？看啊，你父親和我傷心來找你。耶穌說：為什麼找我呢？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？他所說的這話，他們不明白。他就同他們下去，回到拿撒勒，並且順從他們。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裏。耶穌的智慧和身量，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，都一齊增長。經文讀畢。喺呢一章裏邊記載耶穌嘅出生同佢嘅童年，有幾方面。第一，約瑟帶同瑪利亞喺拿撒勒去到伯利恆報名上冊，然後呢，講到耶穌喺伯利恆降生晚上嘅事情。第三件事就係耶穌出生之後第8天喺聖殿裏邊受割禮，同遇到呢個嘅西面同呢一個嘅咧寡婦。最後就係耶穌12歲喺耶路撒冷過逾越節啦。好，請我哋祈禱。主耶穌啊，感謝你甘願捨棄天上嘅榮華，降生喺卑微嘅馬棚，目的係要為萬民成就救恩。你係以色列嘅榮耀，係外邦人嘅亮光。願萬民都歸向你，稱頌你，尊你嘅名為聖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今日讀經就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